呢係一個建築知識，今日同你講前院圍欄。咁好多人起屋咧，其實都想喺前院做個圍欄嘅。咁包括你想有多啲 privacy 啦，小朋友可以跑下啦，或者寵物都可以喺前面跳啦。咁但係其實唔係每一塊地都可以做 front fencing 嘅。今日就同你講下，如果你想起 front fencing，邊度可以查到要求，可以做幾高，同埋如果唔做得嘅話，可以點算？咁如果你土地係新區嘅話咧，咁你就要留意 MCP， 即係地契同埋 design guideline 建築要求。咁因為呢一種土地咧，通常係一個發展商佢規劃，佢需要整個小區咧跟住佢同一個風格咧，所以外牆嘅圍欄 front fencing 咧就會好影響佢嘅設計嘅。如果你唔跟從呢個指示嚟做嘅話咧，佢哋可以唔批你起間屋，或者就算你起完間屋之後咧，佢可以過嚟要求你拆翻或者罰你款嘅。但如果呢個土地喺舊區咧，咁你就只需要 follow council 嘅要求，即係市政府就可以噶啦。通常 council 嘅網站上面咧會寫明 front fencing 各自嘅要求嘅，咁你喺嗰度可以查得翻。咁如果你 front fencing 咧係呢一種 masonry 嘅咧，即係好似係磚頭或者水泥砌出嚟嘅啦，佢哋要求係1.2米高。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全部都係做 screen。咁呢種 screen 嘅通透度比較高咧，佢要求咧亦都會放寬啲嘅。通常嘅高度要求咧最高可以做到1.5米。咁第三種咧就係呢啲轉角位嘅 front fencing，因為轉角位咧你唔可以擋到揸車人士嘅視線，咁所以佢高度咧係會係1米嘅。咁如果真係 council 或者新區唔俾你做 front fencing 嘅話，你可以點做咧？其實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做呢一種植物做嘅 hedge 啦。咁呢種 hedge 咧雖然一開始係需要啲時間去生長啦，但係做完之後咧，你見到係密密麻麻，完全唔透光嘅。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天然屏障，只不過係要定時修葺下嘅啫。我係墨爾本嘅建築顧問 Don，記得 follow 我同 Say 仔條片，我會每日話俾你知更多嘅起屋知識。呢係一個建築知識，今日同你講前院圍欄。